第二次到訪大理，今次咧就會自駕遊去沙溪古鎮，不過路經喜洲就食個便飯啦。今集仍然好精彩。太好啦！終於到大理啦，大理站靚咗好多啊！好難得啊，隊友有車牌，所以咧我哋喺大理就決定租車啦。冇用嘅我咧就係做呢一個坐喺乘客位嘅啫。睇啦，我司機啊！好啦，我哋第一站咧要去喜洲食飯。喺大理高鐵站攞車之後咧，就自駕遊要去沙溪古鎮嘅。不過路經喜洲，梗係食個便飯先啦。太熱啦，就佢啦。好啦，呢個係我哋嘅第一餐，真係遲咗。食啦。由大理高鐵站慢慢咁揸車過嚟喜洲，其實只需要40分鐘左右。是日天氣非常之靚啊！係啦，記得上一次我過嚟嘅時候係5月份，咁啊成片嘅呢一個綠野油油嘅草地咧就係金黃色嘅。咁但係今次哇，真係非常靚，藍天白雲，再加上全綠野油油嘅顏色，仲有佢今次嘅小火車已經起行啦，所以係時候飛 drone， 你就可以感受到呢一片嘅土地係幾咁宏偉同埋靚嘅。仲有就係當你飛 drone 嘅時候，先發覺原來遠處就會見到離海噶啦，真係好緊要舒服啊！7月份嘅喜洲真係非常之靚啊！好啦，又係時候要離開喜洲，不過先去買啲小吃先。中華雞蛋的，中華雞蛋好，豪華高配的。這個是啥蛋？哦，脆的吧？哦，脆的嘛，要脆的。繼續出發，由喜洲去到沙溪古鎮，其實只需要個零鐘頭就可以抵達噶啦。幾開心，你揸車得幾開心？做乘客係最好嘅。雖然話係高速公路，但係一路上嘅風景真係非常靚啊！究竟幾多錢呢？嘿，你好，多少？63元，夠啊！單程只需要63人民幣都值得嘅。好啦，終於抵達啦沙溪古鎮。咁其實今次咧就唔係住喺鎮裏邊最緊要旺嘅嗰一區，而係大概10分鐘到15分鐘路程嘅一個小郊外啦吓。咁呢邊嘅民宿非常多選擇嘅，而且好有呢一個私隱，因為佢成間民宿咧大概係得6-7間房嘅啫，所以要提早訂啊。好啦，入嚟之後見到好大嘅廳啦，然後就係瞓覺嘅地方啦，再穿過咧就會見到浴室空間啦，非常極度大，仲可以浸浴添。嗱，雖然講好似冇見到有門，但係唔需要擔心，其實有啲間隔咧係用個簾嘅 ，OK 或者個紗布嘅。好啦，咁啊呢一間房究竟幾錢呢？咁大間有一間房，因為佢唔係旺季嘅關係，所以一晚大概馬幣都係400零蚊嘅啫。咁我覺得係超值嘅，因為極度舒服，再加上喺沙溪古鎮嘅呢一區咧就比較寧靜嘅，過咗大概8點左右就已經係好靜，你就瞓得非常冧噶啦。而朝早或者黃昏嘅時間，啲太陽光灑入嚟係好緊要舒服噶。好啦，除咗係房間嘅空間好靚之外，出邊嘅空間或者公用空間都係非常之有氛圍感嘅，仲有小露台可以觀星添，實在太舒服啦！唔想行路有接駁車可以俾你搭嘅。好啦，大概行15分鐘，由個民宿過嚟呢一邊呢，其實黃昏時間係好靚，開咗少少嘅燈，咁啊燈光嘅輝映底下，喺個古鎮呢，你係好有感覺嘅。再加上呢一區呢，其實係商店街為主，咁你可以買下嘢啦，飲下茶啦，或者係 happy hour 都冇問題嘅。咁啊呢個時間，因為人係唔會太多，唔係個個都係住喺沙溪古鎮噶嘛，所以已經退去咗大部分嘅遊客噶啦。我最中意就係黃昏嘅呢一段路，真係好緊要舒服。冇錯啦，行咗一下之後呢，而係時候揾下究竟晚餐要食啲乜嘢啦。唔需要擔心，沙溪古鎮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餐館嘅，揀咗呢一間網上評價相當高嘅，而且好緊要抵，5餸1湯白飯任裝都只不過唔超過人民幣300，勁抵啊！呢一個係4個人一份，其實唔係2個呢個。好抵食啊！因為有豬。
食完晚飯再散下步，咁啊見到呢一間即刻停低腳步，因為佢好有 feel，入邊好靚，仲有人唱下歌添。嗱，朝早時間咧就係賣咖啡嘅，晚上就係 Happy Hour，咁啊裏邊嘅空間相當大，有2層嘅。呢度幾好位度。你好，2位。好，那邊好，坐呢邊啦，再坐。食飽飯，梗係飲翻2杯啦。好難打起手嘅 ，OK。好油啊！冇錯，你要油，所以飲翻2杯之後就要翻去梳洗。喜歡晚上嘅沙溪古鎮，因為特別寧靜啊！好啦，浸一浸浴係時候休息啦。